拉斯维加斯个山浪向，遇见黄渣渣个侪是科罗拉多沙漠。所以讲，我脚底下是一片边真的沙漠浪向个绿洲，一座荒漠浪向个城市。开上东北，拉斯维加斯机场是世界浪向私人飞机最多个城市。搿点人选择来做啥？东北。拉斯维加斯还是美国物价达税税最低个城市。开上东山补贴。到底是自在金币个天堂，还是倾家荡产个地狱？发三上只有的，哪晓得那个地山空啦？不，没米来三上么哪办家？深圳去思考，来爱所里太阳头对，工作也寻对，男人也高对，三上不三？对是对个，对路还是别得到哪办？再扪心自问，还就努力过。这么来讲，低级中的拒绝还是两眼没出黑。搿么只有一个原因者，就是面皮还发够烂。66号公路从芝加哥到洛杉矶，贯穿美国西北部的一条单国线，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见证。黑颜色的蒸汽火车，哐哐哐哐哐。有种人奇怪在，美国人搿两辆汽子街道，哪钢铁赚不出来的？四通八达个公路嘛，还有2000多个机场，3000多人口，出门出路足够用。再主要是美国那3人lapang国浪的肉，没中国人的嫩。